大家好，我係嚟自消防處危險品法規課嘅高級消防隊長潘偉樂。咁今日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關於一啲鋰電池嘅安全使用嘅心得啦。咁其實喺我哋而家呢一個時代啦，我哋其實鋰電池好多唔同嘅嘢都會需要用到，不論係手機啊，甚至大到好似電動車都其實都係使用翻一啲鋰電池去推動嘅。咁當然佢帶咗好多方便俾我哋啊，咁但係其實因為佢本身嘅電池嘅能量好高啦，所以其實背後咧都有好多風險喺度嘅。所以我今日希望咧想同大家簡單簡介下鋰電池佢嘅特性係點樣，然後我哋喺選購嘅方面咧有啲咩要留意，再到我哋使用嘅時候咧都有啲咩要需要留意嚟避免佢有一啲起火嘅風險。咁如果真係不幸有啲火警發生咧，都有啲心得想同大家分享，等大家可以有一啲基本嘅概念去處置啦。咁其實一般嘅存放同埋棄置咧，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地方去需要去了解嘅。咁最後就同大家講一講而家呢個階段喺鋰電池方面，我哋香港對佢嘅法規究竟係點樣？咁首先同大家講一講鋰電池啦。咁其實鋰電池咧基本嘅結構有好多唔同類型啦，但係最基本咧都會有正極啦、負極，亦都有一個電解液。咁佢比較重要嘅一個叫做隔膜嘅嘢，就係分隔呢啲正負極嘅。咁如果呢個隔膜有任何嘅受損咧，咁就會令到佢內部出現短路。咁好多時我哋電池發生嘅火警咧，就係因為佢呢一個內部短路去造成嘅。咁其實呢個內部短路咧，其實就會造成一個比較嚴重嘅反應啦，就叫做熱失控 （thermal runaway）。咁呢個過程咧，其實會釋放咗好多易燃嘅氣體啦，包括氧氣啦，又或者一啲有毒嘅煙霧、不發氫咁樣嘅。咁其實我哋好多時新聞見到一啲電池嘅火警咧，佢哋可能會燒好耐。咁其實因為佢呢個 thermal runaway 咧，佢一旦開始咗之後咧，就好難去撲滅嘅。咁我哋消防一般處理嘅就會用大量嘅水啦去處理。咁所以導致我哋可能需要幾個鐘頭先可以救熄到呢一啲電池嘅火警嘅。咁亦都相應對翻，其實因為電池啦，佢嗰個能量密度好高，咁所以你見到佢好細嘅體積啦，好輕，但係佢儲存嘅能量好大，所以一旦開始咗呢個反應咧，就會持續好耐嘅。咁因為佢呢個特性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喺選購方面咧有幾樣嘢去留意嘅。咁我哋其實最重要咧係認清咗佢一啲安全嘅標誌。咁我哋要避免一啲三無嘅產品啦，其實就係講啲咩咧？就係一啲冇產品認證啦、冇廠商，又或者佢係一啲來歷不明嘅電池。咁所以我哋喺選購電池產品嘅電池咧，都盡量希望大家可以用翻一啲原創嘅產品啦，因為呢啲產品係經過認證，亦都同佢本身嘅裝置嘅用途，譬如佢嘅釋放嘅電量啊，各樣嘢咧係相符合，咁就可以避免佢各類型嘅安全嘅風險啦。咁亦都大家需要喺正規嘅渠道買啦，因為好多時就算係產品出廠係得到認證，咁可能往後唔同嘅事故發生之後，可能有唔同嘅機構會可能要求佢做一啲recall。咁其實如果你喺正規途徑買呢啲產品，咁可能會呢方面咧會得到更加多嘅資訊同埋保障。咁除咗我哋識得買呢啲電池之外咧，咁其實亦都好重要，我哋點樣去用呢啲一啲電池啊？咁其實有3個基本嘅法則嘅。首先，我哋喺充電上咧，咁我哋要記住一個叫做20/80嘅法則啦。咁我哋啲電咧，如果低過20% 咧，咁我哋就會開始測啦，唔好俾過放呢個電。咁其實因為過放咧，會對佢個電池嘅化學嘅性質啦會有影響。如果長期即係可能譬如大家手機啦，長期等到佢真係用冇晒啲電先至去測咧，咁其實係長期入面，因為佢個正負極嘅化學反應啦，令到佢本身嗰個cell 嘅 integrity 會有損害嘅，咁亦都對佢唔好啦。咁但係充電咧，亦都唔係代表大家充到100%咁就安全而已。其實就比較理想咧，就維持佢一個80% 嘅charging 啦，咁就令到佢唔會過充，因為過充咧其實都會對佢嗰個健康係有影響嘅。咁所以大家都有時見到，譬如 iPhone 咁樣，佢可能會有啲新嘅 update，就可能話提議大家可能 set 翻一個80% 嘅 charging limit，咁其實都係同一個原理啦。咁呢個亦都適用喺所有一啲鋰電池。而家呢個科技入面咧，鋰電池其實呢個法則都係適用嘅。咁另一方面，其實高溫咧對一個電池都係好有影響嘅。咁所以我哋應該避免喺一啲陽光直射，例如窗台啊，或者一啲好熱嘅環境，例如大家將個車內咁樣放，跟住又曬住咧。咁其實喺咁樣環境嗰度插電咧，個電池亦都可以會影響佢嘅健康咯。
另一方面就會喺一啲通風良好嘅環境嗰度做充電啦。咁譬如有時我哋有啲火警咧，就可能喺屋企啊床咁樣去係一個起火嘅點。咁其實因為佢可能就放咗喺一啲被窩入面，咁去叉電，咁其實會有熱產生啦。咁如果本身佢嗰個安全個健康嘅狀態都唔係太好咧，咁在一個咁樣高溫通風嘅環境入面去叉電咧，咁其實就會更加容易導致佢有火警嘅發生。咁除咗我哋使用上要留意之外咧，咁其實我哋平時都可以留意下我哋電池嘅狀況嘅。咁其實有4個比較主要嘅sign 啦，大家可以留意下。例如啦，譬如佢有啲液體滲漏啦，呢個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好壞嘅狀況嚟嘅。咁比較可能初期啲，可能見到佢嗰個效能暴跌。譬如以前我叉個電話可以用到1日嘅，跟住佢而家可以去到一個階段係可能一叉滿咗，其實都係用3至4個鐘咧。其實嗰個效能跌咗咁多咧，都反映佢嗰個電池嘅健康狀態其實都已經惡化緊嘅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可以見下嗰嚿電啦。如果佢已經發脹咧，其實都代表佢入面嗰個結構係受損，亦都非常容易去會有發生內部短路嘅狀況啦。咁另外味同埋煙霧其實呢個就已經同液體滲漏一樣，都係已經好後期嘅狀況。所以咧，如果有液體滲漏啊，或者有氣味同埋煙霧出現咧，大家其實應該即刻停止去使用咁樣嘅。咁都想同大家講一講一啲近期嘅火警例子啦。其實呢近年因為大家電池嘅應用都越嚟越多，其實不時都聽到呢啲電池嘅火警。咁單以今年2026年嚟講咧，其實近期有已經揾到2單嘅 case 啦。譬如2026年2月6號，咁我哋屯馬線列車上面咧，亦都有乘客使用一啲外置嘅充電器，突然之間冒煙起火。咁因為當時佢係擺起身啦，咁所以就好快就發現到呢啲電池，咁就將佢放喺地下去即刻報警求助。咁我哋即係呢間 case 嘅處理情況，其實就都需要疏散晒車上全部嘅乘客啦。咁好彩，因為好早發現，亦都冇人受傷。咁初步都懷疑係同個電池內部故障係有關嘅。咁大家見到其實張相咧，佢好快就已經出煙啦。咁其實喺呢啲鋰電池嘅火警入面咧，煙係一個非常之對大家有害嘅嘢。所以咧，如果一有呢啲事發生咧，就其實應該好似呢個乘客咁樣，即刻放喺地下嗰度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合適嘅做法嘅。因為佢本身個電池起火嘅時候咧，個熱量其實已經好高啦。如果你再擺喺衣物或者一啲可燃嘅嘢上面附近咧，咁俾佢繼續接觸咧，其實呢啲嘢都會即刻俾佢嘅高溫去焫着，咁繼續燒嘅。咁另一單 case 咧就係2026年3月12號，咁喺一架荃灣開往九龍方向嘅巴士上面咧，上層發生嘅。咁呢單 case 上面亦都係啦，有呢啲外置嘅充電池去導致呢個火警啦。咁大家見到張相可能唔係咁清楚，但係咧其實見到上層嘅玻璃咧，其實已經黑晒嘅。咁其實呢個我想用呢單 case 咧，其實想大家分享，其實鋰電池嘅火警咧，好多時佢個火未必係最危險嘅嘢。但係佢所釋放嘅煙咧，除咗佢個量多咧，其實佢都會有毒嘅。呢個先係好多時我哋留意到對大家最致命嘅一個因素。咁呢單 case 見到上層係嚴重燻黑啦，咁呢個亦都有乘客因為吸入呢啲濃煙而不適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返，其實煙先係大家喺呢啲 case 入面最需要去留意同埋關注嘅事。咁除咗香港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另一間喺南韓發生嘅 case 啦。呢間就比較耐少少，就係2024年6月24。咁點解呢單 case 我咁想同大家分享咧？因為呢單 case 就唔係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一啲鋰電池嘅電器啊、外置叉電器引致嘅，其實喺一間工廠入面發生。咁呢間工廠入面咧，其實佢就係一間Aircell 電池工廠啦。咁其實佢係做一啲生產電池嘅工廠嚟嘅。咁佢發生呢個 case 咧，其實佢就係一個驗收同埋包裝作業嘅階段。咁其實呢啲電池佢哋生產嘅時候咧，佢哋臨出廠可能都已經有部分嘅叉電量夠。咁基本上佢哋個量就唔會叉到好滿啦。咁但係咧，就算喺呢個咁嘅狀態咧，其實都會有一個火警嘅風險。咁呢單 case 其實佢哋就大家見到左下角其實有段當時嘅呢單 case 發生內部嘅 CCTV。咁其實後尾嘅調查就發現咧，佢哋其實呢啲毒煙其實係15秒咧就已經蔓延啦。咁好快就會令到呢個廠房儲存位置就充滿晒呢啲有毒嘅濃煙。咁事後官方嘅調查其實都確認，其實佢哋好多係因為呢一種毒煙咧，令到佢哋過身嘅。
咁呢單 case 我哋係南防嘅消防員去處理嘅時候咧，都搞咗好耐啦，用咗4個鐘先至可以控制。咁其實因為佢哋電池咧，頭先所講佢係一個熱失控嘅反應。咁呢啲反應嘅時候，一旦開始咗咧，其實就好難去撲熄嘅。所以我哋唔同嘅研究啦，即係國外有啲消防嘅研究都發現到，其實好關鍵嘅狀況就係喺初期有煙呢個狀況咧。如果大家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其實最主要就用大量嘅水啦，去令到佢可以減緩佢個熱失控嘅狀況咧，其實就已經可以令到大家逃生嘅時間係大大增加。咁呢個 case 就好不幸啦，佢就嗰個廠就儲存咗好多呢啲電池，咁所以一個電去熱失控嘅時候咧，好快呢啲熱量就令到其他嘅電池都熱失控，所以先至有咁大規模嘅一個事件嘅發生啦。咁呢一單 case 就同頭先所講嘅，可能電池內部嘅短缺短路就有啲唔同，因為嗰啲可能長時間使用啦，咁佢嗰個狀態就已經惡化咗。但係呢啲係新嘅電池，新嘅電池咧都有咁樣嘅狀況咧，其實就同佢個電池質量又有關係。咁都有少少分享，就同大家講一講，如果遇到一啲鋰電池火警啦，咁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咧？咁大家最緊要就當然要致電999啦。我哋消防員嚟到咧就可以用大量嘅水去處理呢啲電池。咁更加可以即時做嘅咧，就係要切斷電源，又或者去阻止佢擴散。即係可能好似頭先地鐵嗰單 case 嘅時候，嗰個事發嘅男子咧，佢就將佢放喺地下，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啦，因為佢避免佢再燒着其他嘅嘢。咁另一樣嘢，因為我哋一般就好難去有即時大量嘅水可以處理呢啲嘢，所以咧疏散都係好重要嘅。記得叫你身邊，如果你係譬如工作地點有一啲鋰電池啦，發生有冒煙啊，即刻同其他同事講，咁呢疏散係非常重要嘅。咁通風亦都係啦，因為煙係先係我哋最大嘅敵人，所以如果你有方法可以通風嘅話，你都應該可以去通風，例如開窗開一啲風扇去減緩佢，為大家爭取一啲疏散嘅時間。咁另一方面啦，其實儲存同埋棄置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頭先南韓嗰個案你都見到啦，其實儲存如果咧太密集，如一旦有事，因為我哋好難去確保所有電池都係安全㗎嘛，咁所以電喺嗰個儲存方面咧，我哋都盡量放喺一啲通風乾燥嘅環境，亦都避免一啲陽光直射或者靠近異物，同埋最好咧都將可以分個量咧，每個堆疊都少啲，唔好放咁多啦。而棄置方面咧，就鋰電池就絕對唔應該放喺一啲普通嘅垃圾桶入面啦。咁其實環保署都有過去即係同大家宣傳一啲充電池回收計劃嘅。咁喺放置啲桶之前咧，大家有啲基本嘅處理都要做啦。例如先封好佢兩邊嘅電極啦，避免佢內部一啲短路，先至再交去呢啲回收計劃箱入面去再處理。咁其實而家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大家可能都留意到有唔同，譬如消委會啊，或者一啲抽查咧，其實我哋都外置嘅充電器咧，其實就根據咗我哋消費品安全條例去處理嘅，就監管佢嘅一般安全規定。咁所以喺香港正規途徑入口嘅充電器咧，其實佢都已經符合咗呢一個456章嘅規定啦。咁佢一般都會有我哋所成日聽到3C，即係啲電池係經過相關認證係安全嘅去使用。咁所以海關亦都喺24年有做過我哋香港市面上一般流通嘅充電器啦，進行巡查同埋安全嘅測試。咁你都留意到一啲未能通過安全測試標準嘅鋰電池充電器咧，其實會有燒傷嘅風險啦。咁呢啲唔符合呢啲安全標準咧，其實亦都違反咗我哋香港法例第456章嘅要求嘅。咁其實我哋縱觀世界各地啦，因為鋰電池實在太常用喺我哋生活入面啦，所以一般咧我哋基本上都係當係一個產品安全嘅角度去規管嘅。即係只要我哋呢啲產品佢哋製造之後得到相關嘅認證，如果大家跟翻佢哋建議嘅使用方法啊，各種良好嘅使用方式咧，其實呢啲鋰電池係安全嘅。咁我相信世界各地，如果我哋繼續 review 呢啲相關嘅法規咧，應該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去做啦。咁其實航空上咧，我哋譬如最近國際民航組織咧都公佈咗一啲鋰電池嘅使用嘅安全心得啦，即係帶上機，譬如只可以帶2嚿啊，同埋唔可以喺機上充電咧，其實都係就住喺大家使用上去
規管嘅。所以希望大家都繼續留意翻頭先我所分享嘅要點啦，咁應該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去安全使用呢啲鋰電池嘅。係，咁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咁唔該晒潘先生啦，咁請潘生咧留步啦。咁啱啱咧我哋就收到一啲觀眾嘅問題嘅，咁咧有觀眾就想知道啦，點解鋰電池嘅火咧特別難撲滅咧？係，咁鋰電池嘅火其實就好想講啦，其實佢係一個 thermal runaway 嘅效應啦，咁變咗佢係同我哋一般救火唔同。我哋一般救火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叫做燃燒三角啦，其實佢燃料高溫同埋一個即係只要截斷咗佢呢啲咧，其實我哋救火其實已經可以做到，所以我哋用水就已經可以救到。但係電池嘅火警咧，其實佢係會繼續進行嘅，你只可以減低佢呢個反應嗰個rate 啦。咁所以就我哋一般建議，如果救呢啲火咧，其實我哋就會用大量嘅水去處理。咁所以呢個就係俾大家一個感官，就係點解咁難救嘅一個感覺。唔該潘生啦，咁仲有第二條問題嘅，咁有觀眾就想知鋰電池嘅火警係咪可以用普通嘅滅火筒呢？呢方面其實滅火筒都幫到手嘅，但係咧就其實我哋最建議就係一啲大量嘅水，即係唔一定用滅火筒。如果你因為滅火筒你始終用嘅量可能一支可以使用嘅時間都有限啦，咁所以喺大家初期譬如用滅火筒去噴住佢嘅時候，亦都可以睇下有冇啲水源可以幫助大家去持續。譬如最好其實我哋會建議啦，譬如我哋有時處理一啲電車火警，我哋亦都會將嗰個涉事嘅電池放落一個水池嗰度令佢降溫。咁其實相同嘅概念其實大家都可以應用嘅。譬如如果你有個尿袋啦，出緊煙嘅，如果大家有啲水桶，其實注滿咗水，將個鋰電池放入去，其實已經大大減緩咗佢嗰個過程，亦都係大家可以處理嘅一個方法。